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9，箴言17章一直安尼讲：宴舍满厝，也有3钱，毋达到一块仔饼干，阁有安静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和睦相处，无3钱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慈悲疼痛的上帝，你无条件的疼来疼阮。甚至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为阮来放下性命，来完成救赎的疼痛。主啊，我要尊听你的诫命，照你的教示来彼此相听，亲像你疼阮一样，因为阮知你就是疼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疼常常是有限的，容易计较、自私、甲冷淡。主啊，求你找圣神充满阮，互阮除去心中的怨恨甲3钱，互阮学习包容、怜悯甲接纳，因为宴舍满厝，也有3钱，毋达到一块仔饼干，阁有安静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